秦始皇係統一中國嘅秦王朝開國皇帝。史書記載佢有3個名，一曰嬴政，佢係秦莊襄王之子，秦人嬴姓。由於生於正月，故起名為政。古代通政，因此寫作政，所以追根而論為嬴政。二曰趙政，先秦時有，以出生地為姓嘅習俗。秦始皇喺秦昭襄王48年，即係公元前259年正月，生於趙國首都邯鄲，故以趙為姓，稱趙政，但係又叫呂政。秦始皇又點會姓呂？呢個就牽扯到咗秦始皇嘅身世問題。據史記內《不諱列傳》記載咧，嬴政嘅父親子楚喺趙國做人質嘅時候咧，當時趙國嘅政治投機商人呂不韋咧，轉咗秦國宮廷嘅空子。呂不韋先同一個能歌善舞嘅趙姬同居，知道趙姬有新人之後，讓趙姬去勾引秦太子子楚。不久，子楚愛上趙姬，呂不韋便將趙姬獻俾子楚。趙姬足月後生下嬴政子楚，於是立趙姬為夫人。後來子楚回國繼承皇位，死後將皇位傳俾子政。呢種講法被班固所接收，於是《漢書》直接稱嬴政為呂政。東漢高友為《呂氏春秋》作注，佢嘅序記載嘅情形同司馬遷嘅記載基本一致。不韋取邯鄲姬，已有身，楚見說之，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，名之曰政。楚立之為夫人。唐司馬征《史記索引》咁樣解釋：呂政者，始皇名政，是呂不韋幸姬有身，獻莊襄王而生始皇，故云呂政。從兩漢到宋元時期，一直都信奉秦始皇為私生子之說，未有異議。秦始皇果真係私生子，呢個係一個千古之謎。由於年代久遠，事實已無法查實。然而亦有人從動機上面開始懷疑史記記錄嘅真實性。由於司馬遷因禍遭到殘酷嘅宮刑，喺佢嘅筆下，歷代酷吏暴君多少被塗上不良嘅痕跡。所以亦都唔能夠排除司馬遷喺記錄秦始皇嘅時候，因反感而誇大其詞。喺明代便有人開始對史記提出異議。名人湯聘允以為秦王乃呂不韋之子，係戰國好事者為之。清代學者梁玉醒亦都提出異議，認為史記係從傳聞得嚟，非從考實得嚟，並從行文剖析，以為司馬遷喺記述中即有所保留。明朝嘅王世貞咧就更進一步，佢喺《讀書後記》提出2條理由：一係呂不韋為使自己長保富貴，故意編造自己係秦始皇父親嘅故事；二就係秦滅六國後，原六國嘅貴族或者失去佢哋嘅食入或者家破人亡，佢哋除咗進行言論攻擊之外，別無辦法對秦朝進行報復。於是喺極端嘅憤恨中，佢哋散播對秦始皇身世嘅呢一言論：秦始皇係呂不韋嘅私生子。秦宗室嘅香火到咗呢度，亦都熄滅咗。六國雖亡，但秦國亦都同樣滅亡。郭沫若喺《十批判書》中，亦都懷疑呂不韋為秦始皇生父之事。佢指出3個疑點：其一，僅見史記而為戰國策所不在，冇其他嘅旁證，呢個未免不俾人產生懷疑。戰國策係研究戰國時期嘅重要史料，而秦國係戰國時期重要嘅國家之一。點解對於呂不韋偷天換日有關秦朝血脈嘅事情隻字不提，一直等到西漢時期嘅史記先至嚟記載？其二，關於秦始皇故事嘅情節，與春申君同呂環嘅故事如同一個黑板印出嘅文章，情節類似小說。春申君同呂環嘅故事咧，大致係咁嘅：趙國有個人叫李元啊，佢想將自己嘅妹妹還獻俾楚王，但係聽講咧楚王不能生育，唯恐妹妹進宮，由於冇子嗣而得寵愛不長久，於是佢同妹妹商量，先將佢獻俾春申君，等到懷孕嘅時候再獻俾楚王。事情果真如願，春申君果真使李元嘅妹妹懷上咗孩子。事情至此咧，亦就到咗關鍵時刻。呢時咧，李元嘅妹妹咧引誘春申君話：今妾自知有身矣，而旁人莫知。妾之幸君未久，誠以君之重，而進妾於楚王，王必幸妾。妾賴天而有男，則係君之子，為王也。楚國豐盡可得，孰與其鄰不測之罪乎？春申君被說服，遂將呂環獻於楚王，生咗個仔，即後來嘅楚幽王。呢段故事同呂不韋同埋趙姬嘅故事如此相似。郭沫若據其推斷，呂不韋同埋趙姬嘅故事可能流行於西漢初年呂后執政時期，係呂氏集團成員訪春申君同呂環嘅故事編造嘅。
目的係為呂氏稱制製造輿論。其三，《史記》裏不韋列傳記載秦始皇嘅母親係邯鄲嘅歌姬，但係記載子楚回到秦國時候又話子楚夫人召豪家女役。歌姬同豪家女呢二者之間嘅差距實在係太大，難以自圓其說。但係《史記》嘅歷史地位仲係讓好多學者唔肯輕易懷疑佢記載事件嘅真實性。佢哋認為明清學者以及郭沫若嘅論斷都只係對於史實嘅一種臆測，論據不足。司馬遷嘅記述雖然有矛盾之處，但係以嚴謹直筆而唔係獵奇而著稱，所以佢對於呂不韋同趙姬嘅記述唔可能係空穴來風。當代有嘅學者咧就對郭沫若嘅3點質疑做咗針鋒相對嘅批評，認為第一，《史記》嘅記載有唔少係戰國策冇載過嘅，呢個正係《史記》流傳千古、受人稱重嘅原因之一。冇旁證，照樣能夠保持《史記》嘅真實性。例如司馬遷嘅《史記》咧，詳細地描述咗夏朝嘅世系。然而司馬遷咧，佢商代咧已有千年之遙，以後咧亦都基本冇實證嘅。係所以20世紀之前，好多學者，尤其是西方學者，對夏代嘅有冇產生懷疑啦。但係20世紀初發現嘅殷墟甲骨文獻，卻雄辯地證明咗司馬遷記錄嘅高度準確性。第二，呂不韋同趙姬嘅故事與春申君同呂環嘅故事類似，只能講明呢種鬥爭手段喺當時係被唔少政治上嘅風雲人物所運用嘅。第三，關於《史記》記載矛盾嘅地方咧，其實並不矛盾，二者仲係有相通之處。假如子楚果真睇上咗呂不韋嘅小妾，呢個無疑俾呂不韋提供咗另外一個機會，因為一旦子楚回國即位，佢同歌姬肚裏面嘅孩子就有可能成為皇帝。呢一諗法符合呂不韋嘅野心。呂不韋係一個冷靜嘅人，佢善於處理各方面嘅關係，亦都知道點樣利用呢種關係。佢能夠諗到二人睇上咗歌姬，亦就諗到歌姬肚裏邊嘅孩子能夠有成國嘅希望，所以佢會盡一切能力掩飾歌姬嘅真實身份，為歌姬營造一個良好嘅家庭背景，所以先至會出現《史記》記載嘅趙豪家女役。另外，根據常理分析，當時嘅子楚作為一名皇孫，娶妻納妾，總要有一定嘅排場，否則又點能名譽勝於諸侯？呢個亦都會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，咁所以就出現咗稱謂前後矛盾嘅地方。且不論《史記》也好，《戰國策》也好，都記載咗秦王政當上皇帝之後，呂不韋同太后私通之事。如果呂不韋以前同太后冇任何關係嘅話，呂不韋必然會愛惜自己嘅政治生命，唔會去同太后私通。只有呂不韋有所依仗，包括呂不韋認為秦王政就係自己個仔，或者同太后早有私情，先至會冒險同太后私通嘅。否則，一個後院美女如雲嘅丞相，如唔係有乜嘢隱情，冒住生命危險同太后私通，讓人難以理解。轉眼間2000幾年過去咗，有關秦始皇身世嘅爭論仍然未取得一致睇法。但係不論趙姬係咪係有身而嫁，定係嬴政真為皇室血脈，呢啲議論均無法掩映佢喺中國歷史上嘅重要地位及作用啊！亦都正係由於秦始皇嘅雄才大略同埋撲朔迷離嘅身世，先至使到好多電視劇一步接一步地氣講落去。